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经典回眸端午特别节目又和您见面了。端午佳节，风和日丽，繁花盛开，这样的美景正是青年男女互相诉说衷肠的好时节。在许多传统剧目当中，美丽的爱情正是萌发在端午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的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著名粤剧演员徐玉兰、王文娟赴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慰问演出。回国之后，他们根据朝鲜民间故事创作了粤剧《春香传》，而《春香传》中两位主人公李梦龙和春香的初次相识，也正是在端午节。接着，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二位老师的舞台版《春香传》。
好啊，那花女不恰讲，真是不让天下第一呀！迢迢迢迢中。
房子啊，谁管这位，谁想领张领，你给我找脸色，我来敬你一杯。哎呀，这小子就放不过了。你老公敬不是证明吗？哎，是。公子啊，房子也来敬你一杯。好。我房子都有还有清醒了。哪里好？还是天上的白云呀，不是白云是金啊，是秋千，秋千上面啊，是姑娘们在当秋千嘛。啊，哎呀，是丞相嘛？丞相啊，公子丞相你还不知道？什么？她是太监有美的女儿，脑女儿有名的姑娘啊。哦，公子啊，丞相是媳妇花容，结识佳人，而且是满腹文才，能夫善故，谁不夸奖他是我们老女儿女中君子啊？满腹文才，女中君子。好，我打算见他一见。房子啊，你去把他招来。公子啊，那不是随意就能招来的姑娘。我只叫你去把他亲来一见呐。好，公子啊，旁的姑娘，公子叫他不滚不来，唯有他满身的公子，就是该死于死也休想就见一面啊！我如他在意，亲来一见，别负他意。公子啊，亲也亲不来呀。是十之八九是不会成功的。哎呀，房子啊，哎，他们下来了，哎，下来了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是啊，是啊。公子，来，丞相来了。公子，来。李公子，请你一见。四大公子与我素不相识，见我之人，一定利益在多在。哎呀，这怎能怪我多在？这怪你时机不好。要当秋千嘛，在自己家里当，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当呢？今天的秋千啊，又当得这么好，这么高，碰了贵人的眼睛了。咦，今天是多阳佳节，多少贵国女子都来当秋千，又不是我家小姐一人，此次不离，真是有失体统。哎，
为民不屈，你要是上侬2班，既然不屈哦。幸亏公子为人，那正是说两多才多人，好意请你怎能不屈啊？哎，丞相，你要，小心！是我冒昧相请，万法敬。我不知道啊。冒昧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想来想去，我们今年来得太迟哪里？蛟龙山上的月光刚偏西啊！听，还有景深。哎呀，公子，不用当灯光亮着你，这就是丞相的鬼王呀！房子啊，你要是丞相真的出来了，那叫我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是回去吧，回去。哎呀，公子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我王子多嘴，你从白天盼到半夜，要想见见丞相，好容易来到他家里嘛，你怎么又要回去了呢？你那么，你去分明丞相，他愿不愿接我？好，那我把丞相去叫出来。哎，请坐，请，丞相。丞相，
丞相。哎呦，公子啊！什么？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！公子，我去。家的恰相逢，好一个该死在瓦里隆隆。哎，谁了没有？
相，实在为娘做了一个花梦，真吓得我一身大火。母亲，你总是那么喜欢对人说梦。你这子常言说得好，千金难买对娘梦。实在为娘在梦中看见满天红光，一朵朵五彩祥云在云端里划出一条条青龙。我看见你骑在龙背上飞上天去，我要想抓都抓不住，一切就把为娘接醒了。云飞上天了，母亲，你是个儿子。沈公回忆，你怎么觉得这样凶啊？小丹，你门都没有关上啊？门怎么会和云关上？谁？天上闪动？闪动啊！本来山上吹一动，哪家玩动？深更半夜蹲在别人家里，莫非是个小偷？你虚什么啊？深更半夜蹲在别人家里，你还个虚神？想干，这小子分明是个小偷。说话留神点，石头子的李公子来了。哦哟，原来是王子啊！不要高声大叫，石头子的李公子来了。啊，李公子来了！哎呀，哎呀，那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想啊，快去两个后来。哎呀，王子啊，李公子来了，你红不招生意，你可真是！哎呀，该死！我不会该死不该死，你多死了！公子听了会不会生气？公子啊，听得一清二楚，谁叫你胡说八道？你句句都是真话。哎，我是真话，我还是像你在说五彩祥云的梦话。公子我在你做梦的时候已经进来了呀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哎，王子啊，公子现在何处？公子啊，哎呀，公子，小大，快两个后来！公子，哎呀，公子啊，你躲在这里做什么呀？你快请出来嘛！王子啊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公子，不知公子深夜家里有什远人望不见挂？不，那我年老糊涂，实在有言语冒犯，烦请公子多多赐罪。哪里，小婿生娘来访，问了妈妈亲。哎呀，公子此话真要责死我了。哎呀，该死，说了半天还没有请贵人上座。公子请坐。哎，大娘，公子是九门丞相文在出中，因此今天晚上特地来访啊。哎呀，公子啊，丞相实在是个不通文的孩子啊。公子，请请。
话，他想妈妈这是呀？是啊，有话请讲。妈妈。今日深夜到你家，小生遇见冒昧王，与丞相在关爱流行见一面，昨夜清白金爱堂，因此我一片诚意。怎么请求定8年呀！大娘，公子一片真心诚意，并没有半点虚假。哎呀，公子啊，妈妈，陈公子来求亲，小女也比心肠人，他母亲原是婚呀陈来到南园为官亲，一生铭记他不爱爹奴才呀，为心听。那年生下丞相女，还是高升上京城，想不到他在京一并一人是啊，从此后陈家朝中不成亲。那我说什么前路难上200步，一骑难进200门，母女俩啊，相依为命16寸，迎喜怒丞相一成哎呀，大娘，好就好，不好就不好，一句话就够了嘛，何必要拉得这么长呢？王子啊，你听妈妈讲下去吧。哎，是。公子乃是良伴，不见面难以配关亲，这婚姻他是要从长里。妈妈，新公子虽为真命令，应配婚。丞相你家我名字，亲妈妈的莫为门的不允
他不惧夫妻羽毛，不争夫婿金玉，愿得子臣同心，他相继岁姻缘门。那我公子乃是四大子，你何须大家少女记下去不许回，他的是我两半子的母真情。妈妈呀，我丈夫一眼中千金，朦胧非是个非精神。与丞相结发夫妻共把岁，黑苦沙来不变心。此时来，公子是长得明媚正气，举迎落力量。哎呀，大娘，丈夫眼中千金，努力有什么用呢？啊，妈妈，我是一片真心，就而已。谁与丞相成婚，便以丞相为正室，绝不成亲。啊，妈妈，在朦胧，请别写婚书一次，传到落里，以表诚心。丞相，这是你终身大事，不能前边为娘一人做主。公子的话你也听说了，你的心思究竟怎样？快来说一说吧！啊，哎呀，你的心思究竟怎样？快说呀！哎呀，大娘，你真不懂女孩子的心思。她没有话嘛，心里呀就是说好，不必多问啊。对，小蛋，我是过来。公子啊，早知如此，刚才就不要偷偷摸摸进来了哦。请客。丞相，这是公子请别谁的婚事，你快拿去看看。哎呀，快拿去看看啊！哎呦，你可真是。想得他的公子去准备酒菜。公子啊，至今你分明是我的女婿了。是怎么才让人消息大力传起来？哎呀，属下，公子，今天是你大喜之日，我王子也要讲几句吉利话，请宋氏良心日子，有缘还好，真不假的。公子丞相他配鸳鸯，他虽家老，地久天长，地久天长。真会说话。小丹，他跟王子到里面喝酒去。公子啊，我到里面喝酒去啊。好。
鸡叫一声，我们一定要回去啊！你还进去吧？是。丞相，史建公子是你的郎中了，不用怕羞。来，快到这里来，一起来喝一杯下馆子。一杯酒应该消泄心境有目。哎呀，女婿这的酒，我这有目怎能不喝？这是有目为君的一杯。母亲啊，丞相，你才子，看你先生这个样子，来，把头抬起来，抬起来呀！哎呀，你可，今天啊是你们两人有8年家业的大喜之日，应该多喝几杯啊！此酒是你们两人大量之酒，来，我来敬你一杯。那么，请你也敬我一杯。团圆节啊！日子过得真快呀！是啊，转眼刚过，转眼又到中秋了。丞相，为娘在风霜中度过一生，总算把你抚养成人，又配了个好郎君。我看到你们小夫妻俩恩恩爱爱，有说有笑的，看了就高兴。母亲，公子来啦！丞相，你又动起来了，我早就看见了，你出来了，出来呀！
哎，丞相，你为什么常住在这里呀？因为这里是你最喜欢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啊，房子，我们回去吧。母亲，哎呀，你滚！哎呀，你们两人啊，还是这样哎，是。好，我就叫想蛋把酒菜端上来，今夜啊，我们好好的来过一过团圆节啊。哎呀，好，来，我来替你带上。公子，你每天这样夜来明去，恐怕会妨碍你的诗文上进。你放心，我父亲已老，生我是从端阳进一语，根据3岁之序，使我的文章大有长进。要是老爷问你要文章呢？是啊，昨天他突然问我要文章，我心里一慌，就把你做的文章拿上去。哎呀，那岂非忘了事？当时我也以为忘了事，这次父亲看了文章一语，他就连连点头称赞不息，就是文章倒做得不错，可是儿女情太重了一些了。哎呀，好险啊！你怎么把女儿家的文章去语墨文字，岂不贻笑大方？贻笑大方，贻笑大方的文章在这里呢。啊，什么好文章？哀歌一首，哀歌来。是恩爱你，你爱我心，我爱你，爱是沧海幸福的，爱是巫山高难比，爱是海上遇江满，姑姑忙年记情，爱是暖唱我唱过，可可过来将回忆，爱是天生在金卷，在随一风彩云爱是美女随后方，恩情长在后方里。你失了那么许多爱，只怕爱是不及你一个人所完了。我今世上10天8夜，我还是不完你。恩爱情，恩爱情，
天下父子名，千两黄金买了人，也难妹子恩情。恩爱情，不知是方是圆，是短是长啊！恩情无穷无尽，这是岁月无尽，生生有幸。哎，恩情无穷无尽，但生生有幸。哎，丞相，你我两人何必定过8年之约8年之约，对，8年之约，你我便走。变什么呢？你别拿长安中旅繁水中，我便在来当中啊，当一根当钉，当二根叮叮咚，人家这当是当根钟，才知道你我中旅两相逢。四季当中四季平安，四季当中四季冬，丞相当叮，朦胧叮叮咚，是一个丞相朦胧丞相恩情重。我在边天上饮河水，一边地上江湖黑。谁是那千里寒山杀不滚，海水源源，四天来阳，海山哪有鸟儿好？我要变上树上飞。过青山落水间，比上高空到九云霄。但愿天下有情人，多变透明鸳鸯。其中一对你与我，是有是在路逍遥。但愿8年是今宵，但愿8年人不老。我要把月亮捆绑在天空中，莫使明月下山崖。从此月光
说不定是官家野马传令，一定是官家野马传令。哎呀，我最怕听这个声音，想起是丞相那一年。母亲，你又要将陈年过完了，40年公子不晓听过多少遍了。人啊，不能老，一老就喜欢唠叨。公子，公子，放上去，老爷夫人在这找你呢。莫非老爷？哎呀，不是这件事，从淮阳来了一个官员，到了府门口，他不等通报，就找不到送到。老爷亲自迎接，这位官员连连道喜。是什么？原来是老爷高升了啊！老爷高升了！哎呀，老爷高升了！是啊，是不定要你先往淮阳去呢。先往淮阳？哎呀，丞相，我们可以淮阳去了。到淮阳去哎呦，我回去看看，即刻就来。是回啊！快回去，免得夫人等见了。母亲，我们可以到淮阳去了。要是到了淮阳，我还可以到母亲去祭一祭呢。要去，一定要去。顺便把为娘这10年来的苦子也诉与他听一听。丞相，你到了淮阳，千万不能把为娘忘了。母亲，你不和女儿一起去。为娘年老，不去也罢。母亲不去，那我也不去。你看，还是这样的孩子气。好，为娘是与你一起走啊。母亲，那我们应该去收拾东西了。香黛，快去整顿营帐。这什么？我们即刻要到淮阳去呢。哎呀，到淮阳去啊！母亲。妈妈，那皮小姐带些什么东西呀？我带上4件衣服、30瓶药，一切都带去啊！丞相，到了淮阳，为娘我要替你补上一份新家照啊！小姐，淮阳是京城吗？哎呀，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们也会到淮阳去。可是公子不准你去。怎么？傻姑娘，到淮阳去，还能少得了你？香黛，你快去找到王子，最好请公子即刻就来。是。哎呀，小姐，公子来了。咦，公子，你怎么不进来呀？快来！公子，你委屈怎么样？怎么可能？有什么事吗？父亲升官来了京京，明天就要将本省母亲携我淮阳。明天就走？哎呀，我还来不及整顿营帐呢。丞相，这是你。你是不是怕我不愿意跟你去？你放心吧，就是天也海角，我从本山公子绝无愿意。丞相，方才我在父亲跟前提起了我的婚事，不料父亲听了就大发雷霆，尚没与母亲恳求，定要将我脚步之命关出祠堂。从今之语，再也不能隐居赴考。这是为什么？父亲言道：两班子弟功名已久，
在瓦乡仙女小妾，小妾。怎么？我丞相是小妾？哦不，丞相。你端阳到我家去回来，请的婚事表心为。你我在此并肩手，待空门是千把位。说什么结发夫妻共把水，海枯沙拉情不改。说什么朦胧丞相永相在，生生世世不分开。丈夫一夜从千金，8年只养的都忘回，想不到将我丞相当下妻。这你还是三妹金欧谁？丞相，你我曾是结发夫妻，朦胧绝无而已。如今不能同意，是这暂时的别离呀。别离？是我不能让你走，我是不会放你走的。丞相，丈夫眼中亲情，请比山比海，海比山，朦胧私心之意，绝不变心。如今不能同意，是这暂时的别离啊。想要没有郎君的丞相，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？丞相，你们两人深耕对弈，这样大哭大闹，不怕惊动主人流噻？丞相，究竟为了何事？怕是有为娘知道啊？怕谁呀？母亲啊？公子他什么？他明天就要走。明天走？明天走就明天走好了，你哭什么啊？哦，你怕为娘不放你走？放心，我一定会放你同去衡阳的。不，公子不能带我同去。我是瓦东镇，你为什么不能带他走？你为什么不能带他走？我父亲赢了2班之地2班，好一个2班！2班是修在的，本是你家2班大问题。我女儿是赢不对，我是赢无力，哪招哪天是强势，我儿不完吃彩掉，你怎能人心不惊把他气？我与你前世无缘，心如尘，有苦要我比他命贵死呀！父亲，好啊，李梦龙，我又埋受了一世欺侮，只有这么一条命根子，
指望他养老送终，如今你分明要做母女死的。不有母亲，丞相啊，你快替我去死！死谁让这个两把子的带走？有母亲路，有母亲路，好，我带他走，我带他走，你带我走，老爷能答应。就算你我死在他面前，他也不会答应。那你怎样把他带走？这，这样吧，明天要走的时候，我母亲脚前有一顶供祖先神子把位的小轿，我将神子把位拿出来，藏在瓦里，将丞相偷偷的藏在桥内。这样一来，就会神不知鬼不觉，丞相与我一同前往还阳。这是好主意，你不能走，要走就一起走。母亲，事已是此，只有一命，你不要再难为公子了。丞相啊，你还这样痴情为他说话，要是他一去不回，想断谁的棍子？母亲，我是他要是土的人了，管不了你们，管不了你们。我消息会回来的，回来，临走之日，没有一个人肯说不回来。可是回来，我就没有见到一个人真的会回来。真的要别离了，可怜我母亲受了一世风霜，只有我一个女儿，指望你能管子作靠，可是你万事对万上
常言道，官身冤情付诸，真为一去不回头。下雨，乱风纷飞，地心情，我别离还是真残欢阳皮肤年自放你，自放你心里轻松长。
相守，长相守，岁月匆匆尽不留，怕只怕红颜已老又白头。那你终在白头，我也对丞相，公子，快回去，老爷打发来的。家父生生财母亲配呀与丞相两分开。我这里民间面长起来，见尽于是不容财，丈夫兄妹相见光，千年万载放光彩。丞相手上有镯子盘，刘玉郎君在身带，丞相心事镯上间，始终不与带郎归。千万不能忘了我这苦命的儿子，你一定要来把他接去。岳母，你放心吧，消息一定会回来的。公子，公子，丞相，你要顺时针走。不要让你像牛山一样的脸交在下了。广安楼上明月夜，穷仙似玉算仙玉。放心哟。孔雀迎春鹦鹉子，今年飞着杜鹃花，算杜鹃。一直不归春日晚，一定晚于行货上货。有不用紧的，只要对于相识的年纪与我的了。是。月中天香丹桂子，相闻千里算归乡。不用再传，只要对于相识的名字与我一言来。是。菜香、金香、兰香，月香、菊香、莲香，月香。为何不往下念？启禀大人，
所有带相似的年纪才多年了。哦，本府举名男女约一起生名记，另要丞相。我有留去过的。启禀大人，丞相并非是年纪，他是太监月梅之女，总非是年纪安插。年纪之女不是年纪，是什么？丞相既是年纪之女，所将他名是登上文场。是，快用我再挖下去，把丞相一起转来。是，大人吩咐立即把丞相传来。大人吩咐立即把丞相传来。大人吩咐立即把丞相传来。启禀大人，丞相在3年前有前任四道公子李朦胧结下姻约。我为丞相已经被李朦胧带走，没有带走。大人，丞相是从公子走后3年来闭门不见外人，在家守节。休祭，你去休祭啊！哼，真是天下之爱。大人，丞相不但才貌双全，而且是秉性刚强，好多该死于死也难就见一面，这可尽管在本府面前心口无言，这样一个下贱女子，难道本府还会传她过来？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，小人万岁！是。启禀大人，丞相4年郎君卧病在床，不能前来。什么？丞相卧病在床，不能前来。分明是你们这帮狗奴，但要丞相好此，传动一起前来蒙骗本府。小人不过。是今害你们立即把丞相带到满室的病，就是死了，把丞相死血要吐来。是。这样一个下贱女子，竟敢为民不来，快用我转换下去，都爬上人去，把丞相立即带来待命。否则若今天我一人问责。是。小小一个年纪，竟敢违抗本府之命，我叫你来休得来，不来也得来。丞相，哪怕你是一块원상，也要你向本府点头。带上来。是，大人吩咐立即把丞相带上。大人吩咐立即把丞相带你是丞相吗？今年几岁了？古帅是亲不亲才，千古且生。丞相，不用怕羞，来，到这里来说啊！丞相，本府在欢阳。请山了先生四道公子结下姻约，至今四道公子9爷，想必你另有其劳，
还是凉拌，还是油脂啊？请大人实话郑重。郑重。丞相不用怕羞，向本府从实事。启禀大人，民女生长于平民之家，实在大人之言对民女来说，避免有欠妥当。妥当！哇！哎呀，可用我清淡土，若八十铃声喜爱呀！啊，是不红颜多过面啊！本府真杀得你红颜凋零哦！丞相，本府真心对你修情，想是荣华富贵。大人，你莫非准出神了？哦，民女总比十风尘，风月插上悲不明。不光我匹配李郎衣山寨，怎能平把烈手天？应是大人心上人，大忙之中出在人，使我高抬回家去，面试家母不心啊！本府那位出传谁？你的身世我早知情，你隆隆本是两班人，逢场作戏非不行，他不必与你一向战痛，如山远，你何苦都是空望，太痴情。公子是山上松柏千年long，不必那无边山路也是心，临别无定三生呀，此生此心不必夫妻聚散心上事啊，无老大人你都操心。哦，你要等他回来，他要是5年不回来，民女久等5年10年不回来，久等10年，他要是一时不回来呢？民女此生此世绝不变心离家人。好，不算是多情也多义，本府有法才行，自古名花须有之，倒不是聪明为秀啊！
听，说去真有我心脏，管教你荣华富贵享不心。是什么最永远心脏？是命运有福之物难从命。本府是好心好意待你，你经过三番两次不聪明，你本是一己之女下井北，违抗国民才不屈。大人身为父母官，理该为民把与分。你神通理你明廉耻，不苦要强专我，有福之物为受天。将军，哼！你真是不是那句小先生，好也好也全国心，金水棍也与兵长守本府，难道你不怕隐藏之下了残身？为父我能求富贵气馁迎是不人生谁不是两母神说传身万不能，啥是那一旦便将风后起。请问大人，难道你为了团身怕死，关心美国事而君？你是什么？难道你为了团身怕死，关心美国不成吗？反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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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把丞相拖下去！是，大人派我把丞相拖下去。欢迎王司令。是，杨司令当庭。王司令开明。叶王司令，前期丞相蒙王法，但个说马本府这个万次说下来了。是，在前往时以后，我第一次看到你这样凶恶的喷。丞相听着，你身为你其4称岁者，报效官人为不抗命这个万事，还有什？丞相就是死了2次，也不会从命受听，要死的都死了啊！死到领域的万棍相贼呀！转头王呀，你无压相中龙王，真是不是得罪的先人。我要你知道我的理，王呀！丞相王呀！丞相王呀！万不到要看你这个野心，你就有多大能耐啊！来人，大营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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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，你要官不正义，不
把这先生两腿当断。你要是虚查麻烦，与这位同车。是。丞相，我当你左腿，你往右躲；当你右腿，你往左躲。丞相听了，你要是同意了，定将你骨碎四分。岳长，我不我这啊！八丈千丈无所惧，哪怕是团队队上是刀锋，用力打！是。你满不这样？总在原死在营场下，言不我在便出众。好个妖的喷！你难道不懂大典通禀国家的法？何谓大典通禀？因我是你，想在先人宣读，叫他死了无冤。丞相听着，大典通禀上面写着：门不造反者，大逆之战，抗拒官长之命者，轻则研究流放，重则令之处死。这是国家王法，还有变？大典通禀是国家王法，请问将这有夫之物给之何才？真是一条大错，与我打，用人掌打死。披甲上书，下有人在。大人吩咐披甲上书，下有人在。
上望苍天高。警察，他在贪官污吏脱了刑，不要一查明具体情况。是。他在徇私枉法，莫怪兵员执法森严。是。现在兵役15日不下，在南苑国王领衔带兵，不得有误。是。丞相啊，丞相，3年来一定是遥望婚阳，相思动长，是你天纵神愿，你我相为之期，一天竟是一天。相依，只因受归教教你，语言诸家三长你哪里梦到欢阳？破烂民间苦难言，我这里混于南园也不眠，门被之挂恨万千，应惜我啊，此今高中尊傲对，恨不能插翅飞到你身边，明镜重为牛子兰，有情城中红人情恨把你，只因是贪官污吏满天下，民不良
我夜路插访明君情，丞相啊，你我相为知己，是你万金天。也要老百姓捐钱，这有什么办法呢？哼，要是碰到爱英女士，我定要告他一场。这是有此理成啊！真的要告？哎，董雕更不要忙了。放心，董雕更帮不了。哦，小姑。百姓为了君神冤心高，一起死道很难消，为了跟此事长下命，其中一定有蹊跷。我不免在此细查访，唐传与团官无理，我听不少。大娘，问你要一口水哈？好，你看他也穿着长袖大袍，是个破落的凉拌，凉拌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大娘，你们今年的年人好吗？好。听说你们南园世道哀民识字，是一个好官啊。好得很哦。他吃得好，睡得好，酒饮得好。像他这样的好官啊，恐怕招遍天下也招不上了。金大嫂，梁老板，你们都在这里，董雕更都睡醒了吧？睡醒了。那这是我睡来的董雕更。小三爸，这是我的小三爸来了。我就叫他爸，小三爸，他们都睡了。这是个董雕更是什么？小三哥啊，西城几都睡醒了。小三哥啊，照这样每家每户睡起来，立块铜碑就不用担心了。立铜碑？你们替谁立铜碑啊？你大概不是本地人吧？我是华乡人，路过此地呀。你是华乡人，不知我们南园的事啊。我常听人家说只有立石碑，从没有听说立铜碑呀。立铜碑为的是千秋万代，永世纪念。你们南园世道有这样的功德，值得你们替他立铜碑。替他立铜碑啊？那么替谁立铜碑啊？也丞相。丞相？老爸，哪一个丞相？是我们南园府的丞相。莫非他死了？他快要死了。哎呀，老爸！你做什么？老爸，我这个人心急太黑啊，听人快要死了，不由我着急起来了。老爸，你告诉我，丞相到底怎么样一回事？你告诉我听，我将来流浪四方，也可替他扬名啊！表三哥，他到此流浪，正好把丞相的事做扬四方，我们就讲给他听听吧。表三哥，讲给他听听
好吧，小虎啊，比起丞相之事，真叫人心痛啊！哎。山上青松内寒沙，雨中丞相是菩萨。郎君一去3年整，他收集名字才不用当。才知平地起风波，暖月来了，我在浪，百姓们从此艰苦难，丞相负担早在呀。你要到要将给丞相做手兵。丞相他事事不容，烈心强，营长当对了扶苏根，王法也不好丞相。一道跑娘是因为在3日之内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3日之内要将丞相放发堂。哎呀，丞相，我的你天哪！哎呀，你这人到底怎么了你？啊，老爸，丞相受了这样的大难，就是天着人儿也要伤心落泪。变一刀，变一刀！你是丞相我的辈，千去万世在丞相。你是丞相我的辈，千去万世在丞相。哦，小虎啊，要死的都死了，你可千万要替丞相传扬四方啊！我一定替他扬名。好好好，表三哥，我们晚上手动雕更重要。对，对吧？是吧？啊，啊，老爸，请问老爸，此去往南苑，不知往哪道而走啊？哦，顺着这条小路向南走上大道，直往东去。好，是这多谢了。实在闻听声难令，丞相招来我心事累，我急急忙忙南苑公子，丞相怎么样了？公子，可怜丞相身遭大难，3天之内就要奔战，奈何后阳千里迢迢，远水又救不得近渴，想不到在这里见公子。丞相到底怎么样？哦，有戏。
家说道：譬如山寨英雄要堂团官场攀夫人，可问那新人世道长官是强天修亭把无传，一定乱唱自不缺，学人发展心不甘，从此与君高永别，雷声追着为了缘，性命断尽陈君贤，一字一是诉心愿，郎君杀于夫妻你呀，你要为母丞相报情冤。好，房子啊，肯定是追了吧？是，丞相啊，你参加吧，心烦困。我搬到南园那掌柜，公子啊，你已经走过了。哎呀，因为私下无人，你讲话需要小心。果然不错，公子啊，你虽然这样打扮，我早就看出来你的奇葩与众不同啊！房子，公子啊，事不宜迟，快到冷月府去，我替你开导。房子，你到书来都叫啊，好把南园势力大，四川夜落日暮多。他只怕房子最快把大事忘，我不免将他展开等时辰之余再放他。公子啊，他在后天就是表达的生日，就在那一天他要杀掉丞相。好，叫他不死什么好。哼，别丫头啊，别丫头，看我王子来接过你的狗玉命。王子，你先走一步，我去看谁打。走。
母亲，丞相，为娘替你带来一套你平时最爱穿的衣服，今夜你就换上吧。多谢母亲。母亲，王子回来了没有？还没有回来。谁来了？好像李公子来了。什么？哦，小姐的郎君来了。真的？在哪里呀？在哪里？有木，玉玺，你真的来了？回来了。哎呀呀，我要人好不进啊！你到哪里去了？再到今天才回来，你还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还是从地下
怪不那受苦的。丞相，老君。今朝非因子不才，你为我千金家属，今上得你为我死不服在上应得。这苦这种种，都是我朦胧来理来。我这一声话老了，哎呀，我的女儿没有指望了，母亲。把你今儿知道把女儿娶，谁知道外婆我花成贵啊！母亲，母亲的模样。不愿千里难远来，他不枉思念来探访我，一片情意深似海，蛟龙总比中问他这是名字在下土内妹，母亲啊，你看他衣衫褴褛难见人，你将女儿向来羞涩去变美，与郎君为啥心一忙？母亲啊，你千万
不能将他来回下郎君，想来还与我亲手修成一模的，上修他黄柳间不卷开，流于郎君谁生悲，天台有心曾相随，丞相临死不愿言，反为我朦胧相伴。女儿辛苦娘心痛，见岳母老来终忘可悲。他那次我私营茶坊乔装给我情爱猜到南园来，我上前把真情讲。把他是问，丞相陪我情意重，我朦胧每次不忘记心难，今日夫妻从短时，你应该把万把心事都对开。丞相此生必无念，就是我母亲年高嘛，他一世风霜，随我爹要见长郎君，好看待。明日是干官大庆宴，谁要将我丞相哎，王郎君替我找块亲，心里将我请把子替深深王郎君将你诚意给我身，明镜放在我胸怀，替我在无用堂前找为病，在目前立为碑，盼郎君每逢吉日丞相我问归结下心也
情与我朦胧在，你何必心往前路去安在？即使一旦天叹笑，上林雨风中泪。他醉吧，丞相，今晚你千万不要有别的想法，一定要好好的从今夜盯到明天。丞相一定暗度今宵，等待郎君明日再来。他嘴盯着他嘴，好，你盯着我。永丰来了，永丰来了！啊，两位大人，自尊来自多多是财。哎呀，徐连大人，就说是老大人就说你怎么来治疗啊？自尊来自你该把酒，来自一个把酒三杯。来，把酒来。两位大人，你们可曾风味很呀？很呀，无啥。其实，请安大人引进出京。哎呀，永丰啊，你有不这种大义请来的老转？老大人不可。哎呀，徐连大人，今朝是老大人就说你怎么送他行呢？我们大家来滚！老大人，13之余，还是把丞相找来，结果我们大家开眼界。武装也要看看丞相。来呀！本13之余，把有种丞相子呢？来，看看。大人吩咐13次将丞相带来，把丞相带上。什么人在外面叫娘？启禀大人，一个画廊长颈夫来。画廊轰出去。是。原如此看，兴隆大宴，再来讨杯酒喝。哦，原来是个疯子，轰出去！来，老大人，我看此人虽然衣衫褴褛，当是个200之后，不是上太过所谓。此人在民间一定传为佳话，是老大人受亲之在，与民同乐。是啊，受亲之在，与民同乐。多言有理，老大人就让他进来吧。好，让他进来，让花郎进来。早该请我了啊！把酒放在楼下。
鸡腿来，要菜就要菜，不必出头，来，给他一只鸡腿。是啊，来，滚呗，滚呗！哎呀，这是不办五天啊！哎呀，真是，哎呀，员工啊，都是你才的好子，你把这个工资赢了呀！吵什么？有什么好吵的呀？你们看，我绣着这件衣服已经湿透了，你们做了几天就有什么大惊小怪？红这个，来，老大人，与你同乐，岂可就是把他轰了出去？谁同样出去，反为不美呀！老大人，另外，今天是此人为。岂可无视啊！是啊，今朝是老大人去世，举席送别，岂可无视啊？请大爷，岂可无视啊？为主师弟敬重应景，我为主师弟轰出门去。把他开谢，妙在，是此期老大人韩语。另外。如今老百姓丰衣足食，个个力捧。我想出一个高明的高士，释放同情纯正百姓，战胜狗养。我想出一个高低的高士，就以这高高粱子为云我是一头无母之佛，都不亲自人，我也想诸事一休，请无大人。可你这模样还会做事啊？做文章那份规矩，叫他实事无法。来，拿纸给你了。这下到要看看他的文章。滚呗！来，原路之看，包是久了，因为乃郎永欲不报，有事一休，请你指正啊。何为这男儿何次不孝我？何为有其？何为有其？我想就是把他吓跑了。人潮啊，为你神机妙算，可以呗？滚呗！今之美酒千人兄，若不家要百姓高。昨来如是，明来如，孤身高此，远身高。哎呀，不对呀！莫非他？你们大人是的，非得有人抬起高台，应高台，来招财，一定快啊！安排。哎呀！老大人，快！老大人，你们慌什么？看了这几句诗，你们就慌成这个样子。老大人，快去！恐怕是御史。什么御史？还养于御史嘞？难道吩咐外门与你们清楚？这真是胆小失职，看你们有什么用？来呀，用我把款了抓过来。是，丞相带到。启禀大人，丞相带到。传球眼睛，把丞相带到了。是，把丞相带到了。你们都看看我的威严。老大人威
皇上为你无王法，今日此战我有言，抬下去，走。士兵大人，你是他？什么？人家不是别遇到口见大神，他就是口见大神。来，起来来！别道，小鬼财物身外无财，谁来问吗？他不忠国民，匡上论法。小小女子，胆敢不忠国民，抗上论法。谁来问吗？大神用兵，丞相守节在回望，兵法无辜遭贼殃。便约到强奸民女为收听，草菅人民凶是狼。不必杀人满王法，夜莺敲当在当当，不必夜用去回应，披甲戴手进牢房。今日派得青天到秦大人，明镜高远谁冤枉？别道，这里南苑百姓手高远长，拿去可来。大神饶命！大神饶命！别道，团长王法强击辅助，贼我招上各去管制下月雨战，国人生长期打下推服了。走，来，走，将他砍去数列。是。丞相，老君，丞相。你母亲，这个魏国一人到哪里去了？母亲，哎呀，丞相，你这是为娘生下来的宝贝，你这是女中君子，万世流芳。有毛！哈！你是我最盼回来的女婿，我的好女婿呀！你为女子哎，真是万事忠良。哪里呢？公子，公子，房子，公子，你不给叫人帮我看了3天，怕你嘴夸坏了大事，故而把你看了3天。你谁委屈了？委屈到外号，差一点点赶不上今天这一天啊！哟，要晚的话，让变了情儿，王子会新的丞相成了夫人，我真高兴啊！我们大家也高兴。